総督府の命令でこれから軍歌だけ制作します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歌词我想要请中山佑先生来写，作曲想要拜托兔先生。啊，毋过兔桑即马伫下港教册，已经真久无来台北啊。構わない，只要伊答应作曲就好。是，我即马写配互伊。天皇陛下のため、そして勇敢な兵隊さんたちのため、私たちも一生懸命頑張らなきゃ。はい。我去用调去做兵啊！我去用调去做兵啊！哪会调着你啦？你毋是有两个阿兄？我大囝的年纪较大，二兄体检我无过，就调着我啊！我足惊的啊！听讲日本兵伫中国、伫南洋，拢一直战死咧，逐工拢死几啊万人啊！你听谁讲啦？你莫胡白讲啦！大家拢安尼讲，疯掉的，拢无搁转来。我惊我袂搁转来啦！バカなこと言うな！天皇陛下のために本堂人は軍人になれることはとっても光栄だ。社長，莫生气啦！香港囡仔人毋捌世事，听着要做兵哦，就规身头乱糟糟。阿红，紧甲社長回信咧，紧啦！もう一遍来てみ。天皇陛下のため勇敢な軍人になれ。你这目行路嘞？我是台湾人，不是日本人。你也他妈讲过你啊！这几年哦，你伫业务部甲我斗相共足济，我真感谢你。来，这互你啊。经理，我为送货做个业务，拢是爱感谢经理你的财富。做甲足好，你真正大汉。爱记哦，这边爱听爸爸对行行。亲戚来在哪边哦？在吧？哦对，多谢你。社長，社長。阿紅，有緣相求，
等你转来，我会给你一个搁较大的会。みんな待ってるぞ。多谢社长。決まりよ。那呢？我先来去，大家保重。好来，转去吃饭。听梦啊，要写成本来。什么个新的啊？几号应该写两顺的问稿，跟听说迄场战争有关系。伊啊，董聪明嘞。但迄啊，为了鼓励战争死去写家，听梦无讲，我看到伫咧。跟你说啥？廖总稿现爱落写，并没董事长。因你啊，迄本人统治家，免留记着大参加。你说啥？掠下台湾稿全部紧抄，硬免无机会写台湾稿。这个稿，社长嘛对袂讲动好咧，硬要写，今日清平落写。我韩国小下球系冇。硬讲是讲，总得写曲，隔壁死安尼艰苦。有个两处球的还是只有下啊，但那球的底度冇有填口号所谓思念，因为冇用武器来怎样，你知道用啊？烫起来啊，动好咧，掠下来开始来写。社長。あ、先生、いい知らせなんだよ。この間、合同部隊の有志とスキーのコロンスよく売りましたよ。何時からの注文も多い。そして総統府から表彰書ももらいました。先生、いろい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社長、これもらいました。那呢，文艺部就拢总爱改善。佮有爱爱，用落做苏东、秋玲，佮有其他歌手，嘛拢爱去落本啊。俺たちの時代をここまで終わったか。晋赏，头家娘，晋赏，迄美国飞机哦要来空袭，你还唔紧走？是要走去倒？即摆所有的人哦，拢锁开哦去庄卡呢。你要去倒？我一个亲戚吼伫龙泉啦，我是讲吼去遐秘一个较安全啦。
真啥？无你就跟我来去啊！阮亲戚遐吼，所在足怪呢。好啦，你免考虑啊，你就跟我来去啊！啊，你会教我的囡仔吼讲北京话，归去啦！我对伫遐甲你租一个班，啊，你教囡仔讲北京话，啊，你嘛免惊讲无收入啊，吼。头家娘，我敢会使带一个朋友甲咱同齐去啊？好啊，啊，毋过你吼开手较紧的哦，阮开咱就要出发啦。好，安尼咱就车头相等。较紧的哈。顺啊！顺，我咧叫你，伊是无听哦。啊，你坐遮伫创啥啊？行啦，我带你转去哦，共物件款款的。物件要创啥？去庄卡所开啊！即摆台北城的人拢走去庄卡啦，啊，毒啊可能会来轰炸。咱若无爱走吼，留喺遮足危险的。家己去就好，我无想要去。行啦，我带你转去共物件款款的啦。莫管我，我无爱去啦。顺，你是安怎啦？发生什么代志是毋是？拜托你，带我去庄家，我照顾你好无？我无可能甲你一个人留喺遮。袂有啊。一切拢袂有啊。家己去就好，无可能陪你去的。只要伊当照顾你，有去无去拢无差。我无可能等你一个人伫遮。你若无爱走，就留来，我陪你，我照顾你。先生，你现在要对我这么好？